多人下意識就覺得抹茶咪就係日本嘅特產咯。嗱，你想好嘅抹茶一定會優先揀進口貨，但係其實好多人都唔清楚，抹茶本源咧就係嚟自我哋中國嘅喎。咁當中就以貴州抹茶最具代表性啦。嗱，咁喺古代啦，抹茶嘅文化就喺我國源遠流長喎，只不過後期發展咧就出現咗斷層，先至令日本抹茶被大眾熟知啦。咁而近年國內茶產業不斷升級，國產抹茶嘅品質咧就飛速提升，而貴州嘅銅仁憑借得天獨厚嘅自然條件，就成為咗名副其實嘅中國抹茶之都啦。呢度山高霧多，水土潔淨，氣候咧就好適合茶樹生長喎，種出嘅茶青質地優良，就為高品質嘅抹茶打落紮實基礎啦。咁過去好長一段時間啦，貴州抹茶大多作為基礎原料外銷，默默供應全球市場，名氣唔大，好多本地人都唔了解呢個特色產業喎。咁而為咗打破低端嘅標籤啦，本地茶企深耕多年，改良工藝，採用精製低溫嘅研磨技術，打造出媲美日系高端品級嘅千木抹茶，仲喺國際盲測評比入邊咧就收穫認可，用實力證明國產抹茶嘅品質咧完全係經得起考驗㗎。咁伴隨住本土消費嘅升級同國潮嘅興起，貴州抹茶聯手黑馬打造專屬嘅抹茶產業基地，搭建直產直銷嘅鏈路喎。咁26年嘅春天啦，黑馬一口氣咧就推出咗10款貴州抹茶烘焙新品，款款都係爆款喎。嗱，好似呢個抹茶琴鍵布朗尼咁啦，一盒就集齊咗柚子、青末、濃末、苦末、焙茶5種風味，被譽為春日硬通貨啊！上架就買斷貨啦。而貴茶雙拼瑞士卷咧就將抹茶生效嘅醇厚同茉莉相會嘅酸甜完美融合，連續3年都係搶手貨喎。仲有巧克力布朗尼拿破崙麵包、抹茶麻薯流心撻，每款都係抹茶控嘅心頭好啊！咁由新山茶園直達商超貨架，嚴格把控生產同品控，貼近大眾口味嘅款式一推出咧，迅速咪引爆市場咯！相關產品1個月同比大漲3倍啊！嗱，黑馬對貴州抹茶嘅採購量仲翻咗5倍添。嗱，呢種全新嘅合作模式咧，唔單止擦亮咗貴州抹茶嘅招牌，仲帶動咗當地5000幾戶茶農嘅增收，每戶收入漲到30%有多，真正做到鄉村振興同產業升級嘅雙贏啦！咁由低調嘅原料出口到走向大眾嘅消費市場，做到對標國際嘅高端品質，國產抹茶嘅崛起咧，正係國貨產業升級嘅縮影喎！唔再一味追捧進口，我哋本土都有優質好抹茶㗎。下次去黑馬不妨試下呢幾款貴州抹茶嘅爆品，感受屬於中式茶香嘅獨特韻味。